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嘛是这几天新闻的焦点，就是为高雄就北去甲网友见面的14岁少女失踪3天，总算伫新竹的竹东找到了。这个少女被藏入一间徛假暗房内底，被控制行动。身边还有一个有性侵前科的姓罗的男子。整个事件是互人看到雾煞煞、沙无涨。本地想讲，这个少女是到双北市。 尾仔才发现，一个姓罗驶白牌仔车的司机，把少女的手机拿去，伫咧大台北地区乱扫，企图要来干扰到警察办案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姓罗的男子，一直甲这个司机保持联络，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姓王的男子，公家用手机的小号。非伫这个案件就是花洒洒真济疑点，警方即摆是用诱拐罪来侦办。 啊，你要出来吗？是？免我咱倒我。穿乌衫这个少女失联3天，总算被找到啊！边仔互警方抓到了这个穿朴色衫这个查甫人，就是涉嫌诱拐少女的人。看起来穿有主体少女，就是伫新竹竹东中兴路的社区中找到的，而且是国家有性侵前科的姓罗查甫人做伙。厝边听到失踪的少女伫咧楼顶，拢惊到。 上来问我们有没有女生，他说看有没有常人。我们不知道他会在这边，以为是会在外面找到。第二要以8月29讲起，14岁这个少女坐高铁上北到新竹，因过手机啊，和这个姓罗的驾驶摕去。这个驾驶呢，一路上北到新北5股8里，安尼踅来踅去，高赛去网咖拍什么扰乱警方办案。最后，原警发现讲，这个少女被关伫新竹竹东这个社区内面。 发现，在密室有一个夹层，就发现了这个失踪的刘姓少女，还有罗姓主嫌都在里面。那人患跟少女都安然，全身毫发无伤。 这摆案件真复杂，14岁这个少女手机啊，和姓罗的查甫人摕去，本来当作讲是要找头路，甲这个姓王的查甫人联络。姓王查甫人甲姓罗查甫人因某组织间厝，姓罗的查甫人有性侵前科，有保全李宗瑞之称。原警问这个姓王的查甫人，伊讲伊毋捌这个失踪的少女。这老太太嘛讲，因翁这几天拢无转去，找无人，也毋发现讲这个那对话记录被删掉。 姓罗查甫人甲姓罗驾驶，阁有通联记录，发现讲姓王的查甫人的小号、手机啊，拢做伙利用，关系真复杂。感谢警方，因安尼遮辛苦，哎呀，遮尔啊辛苦着，安尼日以继夜，一直咧找找囡仔的下落。这个案情真复杂，警方毋难调查清楚，这个少女失踪3天，到底去倒位？虽然讲人是平安。 也毋过，敢有受到威胁，还是控制？背后敢有人伫指使？一切拢还阁深入的对战。